X Power 今次個聯乘咧就比較特別啦，就係我獨自升級啊！最近好 hit 嘅一套動漫啦，咁其實咧市面上咧我獨自升級嘅電子產品咧就唔係好多啊。今次咧 X Power 咧就聯乘佢哋推出咗呢個旅行充電插座，同 X Power 嘅其他旅行充電座一樣啦，前面嘅插座加埋後面嘅插頭，可以環遊全世界超過198個國家嘅。咁除咗前面嘅插座之外啦，左右兩邊加埋頂部咧有成5個嘅 USB 充電位嘅，左右兩邊咧就係 USB Type A 啦，而上面咧就係3個 USB Type C， 而其中一個咧仲支援 PD 3.0 嘅快充添。今次除咗有個充電座啦，有個 fit size 嘅套之外咧，最特別嘅地方咧係有張特別版嘅卡嘅。咁我記得之前龍珠啊、One Piece 啊、咒術迴戰咧都冇呢張卡送㗎，咁啊係呢個產品先至有嘅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係中意我獨自升級呢套動漫咧，咁呢張卡咧就唔好錯過啦。X Power 嘅充電插座咧，全部都內置有過熱、過充、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。咁而呢個旅行充電插座咧，仲支援100V 去到240V 嘅電壓嘅。咁啊，去到全世界邊個地方咧都可以放心使用啦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。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